今次訂做家私同埋木工裝修，去導出簡英式嘅設計，例如家私同埋電視背嘅木廊牆以白色為主，同埋加入簡單嘅框線，喺視線水平以下做條子紋。飯廳至梳化背嘅牆身揾咗較有詩意同外國風格嘅特色牆畫，帶起主題。飯廳今次以半卡位形式佈局，亦冇設置特色嘅吊燈，目的除咗唔會搶走焦點，亦能夠凸顯特色牆畫部分嘅細微設計。由於唔需要考慮小朋友嘅使用，所以頭房改以開放式衣帽間書房去設計。連接住主人房房門，我哋改成有鏡嘅趟門，方便客人扮完靚可以照一照鏡。拉埋趟門嘅時候，鏡嘅倒影可以幫助增加空間感。而喺主人房入邊，喺地台上邊加一張雙人床，床嘅位置做咗幅灰白色不規則嘅牆畫，令休息嘅地方營造出自如放鬆嘅舒適感。今次簡英式嘅室內設計，會唔會令大家對外國款式嘅室內設計再多少少印象？我哋係 Inti Design。